你好，中國嘅金價稅收改革，近期黃金嘅價格創新高，市民同埋各國嘅央行爭相購買黃金保值同埋炒賣。當然呢啲係常見，一炒高就興奮嘅現象。中央一推出稅收改革，金價股就調整啦。例如老鋪黃金周大福，可以見到改革影響咗企業嘅盈利，而盈利又有可能會流向中央嘅財政，抵消現時嘅經濟疲弱同埋部分行業嘅不平衡嘅狀況。仲有政策嘅目的，唔知係咪想改變民眾買飾金嘅行為，而令到市民轉向銀行或者金融機構購買相類似嘅產品去保值。買飾金嘅顧客會因為價錢提高而減少。仲有一個最有趣嘅現象，就係國內買金嘅成本可能比香港高好多。究竟會唔會帶嚟好多嘅遊客會落嚟香港掃金，反而有利本地嘅金行呢？我哋香港其實用稅收去改善中央財政好常見。當年嘅油價急升年代，政府就向佢哋徵收暴利稅，額外收一啲利錢。但奇怪，中央咁耐都冇向科網企業打主意。現時中國嘅樓市仍未穩定，地方嘅財政肯定受到極大嘅壓力。過往地產帶來相關嘅收入比例好大，因此向有能力嘅企業支持一下政府都好正常啫。